上個月啦，就有個老闆 DM 我就問我，哇，買僵屍粉咧會唔會俾 IG 封號啊？咁我就答翻佢啦，唔會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咁多品牌早就買咗啲粉咧送俾對手啦。但我就即刻補翻句，雖然唔會封號，但係你個帳號咧會慢慢咁變廢。點解？你試下咧買1萬個僵屍粉，再出條 reels 得個200個人睇過。IG 個系統會點諗？你10幾萬 followers 冇人睇，咁應該咧係你啲內容唔掂啦。之後你每隻 post 每條片，IG 咧會預設你係唔受歡迎，然後限流。真正嘅殺傷力咧唔係封號，而係咧觸及率咧跌到見底。因為咧 IG 推 post 咧係睇互動率，但係僵屍粉又唔 like 又唔 comment 又唔會 share，你隻 post 咧個 engagement rate 咧就永遠都係咁低迷。系統咧就唔再推薦你。想做生意嘅帳號咧 follower 少咧唔緊要，互動咧先至係真正嘅資產。買僵屍粉咧就唔會即刻死，但會令你日日努力咧就冇人見得到。最恐怖咧就係你以為自己做緊嘢，其實你個 account 已經慢慢死亡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條片見 ，peace。